係，各位晚安。今日咧已經係2026年嘅8月25號星期二啊。咁喺呢度咧馬上致富，再同大家見面。咁我係你嘅主持沈國成。咁啊，首先咧今日咧我哋都會再探討一下見習騎術訓練學校，究竟佢有冇佢嗰個願景嘅咧？咁同埋而家新一代嘅馬主，究竟佢哋嘅心態同以往我哋見到嘅大馬主，或者即係以前香港80、90年代嘅馬主，有種邊樣嘅好大嘅轉變咧？咁樣嗱，咁啊未入呢個正題之前咧，大家記得留言、點讚、分享，同埋咧係訂閱。咁如果你覺得我真係而家呢個新時代特色賽馬咧玩咗幾季咧，都好受挫折，成日咧都真係揾唔到嗰個收錢嘅窗口咧，即係冇咗對賽馬嗰個娛樂嘅興趣咧，咁你即管可以試下咧。我哋推出咗呢個好優惠嘅，只係一次嘅啫1個月嘅啫，只係嘅 VIP 會員嘅即係體驗價。咁你可以聯絡阿黃小姐嚇，咁我哋可以咧俾大家體驗一下，究竟咧喺而家新時代特色賽馬入邊，我哋係點樣去應對嘅，係點樣分享嗰個賽馬投注嘅所有嘅事項嚇。嗱咁咧以往我哋咧一路有時大家會留意下，可能喺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入邊同大家講晨操嘅時候咧，我成日都會話點解好奇怪馬會點解有時喺嗰個晨操片段，如果嗰隻馬係由一個 A 仔操練嘅，因為你會見到嘅藍色黃色頭盔側邊個 number 個咧，一般咧嗰啲都係見習學員嚟嘅。咁呢個原來咧，後來我發覺咧。我點樣發覺咧？我原來反而喺調翻轉喺國內嘅社交平台睇到一個陳念慈嘅訪問，而呢個訪問好少喎，喺香港我冇見過喎。佢原來咧見習騎術訓練學校入邊咧，佢除咗訓練有一班所謂叫準見習騎師之外咧，原來佢其實都有訓練咧係 Riding Boy 嗰啲。咁以前香港有嘅獨立騎術訓練，即係見習騎師同埋 Riding Boy 嘅。阿何良就係第一屆嘅。咁原來咧，佢騎術訓練學校咧，即係據陳念慈喺呢個社交平台嘅訪問嘅講咧，原來佢嗰度咧係有啲做釘甲馬夫即係好多唔同係後勤嘅工作嘅訓練嘅喎。咁咧，所以咧，我先了解到咧，原來咧喺呢個戴帽呢個黃藍色帽呢一個見習學員咧，佢唔係一定係原來見習生嚟嘅，所以咧佢哋淨係話助手咁樣。咁所以我以前有要求話，喂，既然你知道3號係邊個，點解你唔打埋落去？起碼嗱，等於我睇一個賽事，桌球又好咩都好，喂，呢個係新手，佢未開始有機會贏冠軍，但係佢初賽已經嶄露頭角又或者佢已經係即係打得幾好嘅時候，我起碼知道，咦，喂，好似 Akras 最初話喺墨西哥站第一次打嗰250分已經打得好叻啦，跟住贏冠軍啦。嗰陣時佢講緊17歲啫喎，咁我哋起碼已經知，佢而家操緊馬，佢雖然未係可以上陣，可能仲要等好幾年啦，但係起碼我哋會知道，呢個係邊個，呢個邊個。但係原來咧，佢所有呢啲所謂見習學員咧，係包括埋佢嗰個即係騎術訓練學校入邊嘅見習學員。咁所以如果咁咧，佢就算有 number，佢係冇佢個名咧，咁原來係咁樣解喎。咁我就覺得奇怪啦嚇。咁但係咧。咁你都可以，如果係見習學員，咁如果係見習生嘅，你咪唔同嘅 number 咯。係即係佢諗住一心去學騎馬，即係做 Riding Boy 嘅，咪又一組 number 咯。咁大家都可以一早認定咗呢個新嘅，我哋用國內嘅苗子啊嘛，即係嗰啲苗即係草苗，即係啱啱初生出嚟嗰啲就叫苗。咁我哋可以慢慢睇下呢個騎師有冇呢個potential 可以將來成為一個好騎師，係嘛？咁原來有好多呢啲嘅。咁另外咧，我哋都喺國內好多社交平台咧，你會發現咧，有好多而家咧嗰啲男又好，特別女嘅多嘅，成日咧就喺沙田馬場入邊咧，話入咗馬場同佢隻馬影相，但係咧好老實講，隻馬唔講，但係肯定係馬場肯定係沙田馬房嘅。我嚟探嗰隻馬啦，又咁啦，又冇講名啦，乜嘢都冇講啦。
咁啊影完啲片咧就話，其實而家好平嘅啫，幾千蚊就可以做馬主噶啦。如果你想咧就乜乜乜乜，哇！我覺得呢啲好似全部都好似有佢哋自己一套嘅方式去揾呢啲所謂叫一口馬主。咁所以你會見到咧，而家有好多馬，當佢贏咗拉頭馬嘅時候咧，哇百幾人喺度影相喎。會唔會呢啲已經係佢哋喺國內入邊好多馬主喺香港買到馬之後咧，喺入邊分100股、200股總之嗱，你每個人抽要，喂一個月落嚟，其實養隻馬6、7萬蚊，咁你每人收3000，如果你有100個馬主，喂幾容噶喎，其實有錢賺添喎。我唔知道馬會有冇留意呢啲社交平台，我睇過行你10次8次。呢啲咁樣嘅馬主，或者係馬主入去探馬、探班、餵紅蘿蔔，跟住就話：你如果想做香港馬主，好容易嘅啫，每個月3000蚊就得㗎啦。咁樣喺國內有嘅，有啲馬場，佢哋而家有啲一口馬㗎，有馬主買咗馬之後咧，跟住咧你1000蚊、2000蚊，日本都有嘅，喺國內已經有好多㗎啦。就做馬主嘅，咁佢哋都有啲獎金啊，諸如此類啊，咁樣喺日本都直情可以分獎金添。如果你真係贏到好高獎金咧，係有機會分1萬幾千都唔出奇嘅。咁而家呢個趨勢，慢慢我會一路留意住，會唔會將來香港嘅馬主嗰個階層都會變到好似一個股份制，甚至乎俾公眾人士去參加某啲馬嘅一口馬主咧？因為而家馬口其實係越嚟越少嘅，咁但係你話要佢馬會養晒佢，其實一啲都唔難，一啲都唔難。講真嘅，1000人隻馬喺一個1000幾億嘅生意額嘅機構嚟講，佢要養晒好容易。不過呢個咧，我哋就留喺下一次。究竟如果佢要養晒，佢已經有好多嘅部署做咗，喺過往呢幾年都做咗喺度嘅。我哋可以留喺下一集再同大家講下，究竟邊類嘅馬主其實而家已經係類似好似賽馬集團形式咁樣喺香港活躍緊，喺香港賽馬圈入邊呢度啦，好嘛？好啦，嗱，今日嘅同大家要講嘅話題咧，亦都差唔多。咁我希望咧，阿陳念慈可以有一個願景，就係香港見習騎師訓練學校可以盡快喺未來3年、5年、7年、10年出一個真正嘅香港冠軍騎師。就唔係告東尼獎嗰種嘅冠軍騎師，而家最後一個華籍冠軍騎師已經係陳柏雄㗎啦，冇㗎啦，幾十年都冇再見到另一個啦。呢個係賽馬師入邊係一個幾可悲嘅一個現實。好，時間差唔多，下集同樣時間再同大家見面，拜拜。